本影片絕非廣告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 Purple Apple Land 留港消費系列半自助午餐。今集內容，我哋響2026年4月嗰陣去咗煤氣公司旗下嘅高級西餐廳食半自助午餐。去影片，餐廳位置：港鐵銅鑼灣站 A 出口。一出嚟，沿住麥地臣街一路直行到禮頓道，行幾分鐘即到。煤氣公司旗下嘅高級西餐廳，入去啦。要行樓梯上去，如果想搭 lift，就要行去右邊嘅華茂禮頓廣場地下。上到嚟，呢度有洗手間。餐廳環境，半自助午餐供應時間，每日中午12點至下午2點30分。我哋坐呢張台，睇下餐牌先。主菜餐牌，每位398蚊起，另收加一服務費。任食前菜加自家製甜品，包括沙律吧、湯同埋甜品。波士頓龍蝦短管麵，另加88蚊。澳洲 M5 和牛西冷，另加108蚊。有包咖啡或茶。拎台面呢隻餐碟，響自助區拎嘢食。出去睇下有咩嘢食先。巴馬臣芝士粉、煙肉碎、蒜香麵包粒、南瓜湯、法國芥末醬、凱撒沙律醬、千島沙律醬、田園沙律、日式照燒蘑菇、青口及薯仔沙律、雞尾酒大蝦沙律、青蘆筍沙律、凱撒沙律、曲奇餅、水果沙律、復活蛋、巴斯克芝士蛋糕、胡蘿蔔蛋糕、魷魚沙律、煙燻鴨胸、煙三文魚、芝麻隻燒吞拿魚。睇晒食物啦，去攞嘢食先。先嚟送上餐包，餐包外脆內軟，配上秘製紫菜牛油，好味。南瓜湯，香濃滑順，口感甜膩。魷魚沙律，魷魚爽口彈牙。芝麻隻燒吞拿魚，肉質緊致鮮嫩。煙三文魚，有微微鹹香。青口及薯仔沙律，都唔錯。主菜到，每日鮮魚，我哋幫襯當日係三文魚。蘑菇意大利飯，香煎三文魚，魚皮香脆，魚肉嫩滑。蘑菇意大利飯，外軟內韌，加埋芝士，增添風味。甜品時間。我哋幫襯當日係復活節日子，甜品都會有復活節造型。復活蛋，復活蛋外層係朱古力脆皮，底層雀巢係啲朱古力脆脆。切開睇下，裏面係慕斯，濃郁香滑，又唔會太甜。中間扮蛋黃嗰層係啲熱情果醬，酸酸甜甜。曲奇餅，口感鬆酥，微甜不膩。巴斯克芝士蛋糕，
質地滑嫩，味道濃郁，帶有輕微焦香味。胡蘿蔔蛋糕，甜度適中，甜品賣相非常精緻。水果，餐飲方面，每人只有一杯餐飲。凍檸茶、洋甘菊茶。價錢方面，我哋響煤氣公司幫襯嗰陣送咗2張200蚊餐飲券。找數時間，用晒2張200蚊餐飲券。整體嚟講，呢度環境舒適，食物都唔錯，特別係甜品方面賣相精緻。多謝收看，鍾意呢條片嘅話就記住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，亦可以追蹤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G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